心內那熱戀，仍是純真 baby。其實咧，如果俾我揀，一家大細，如果你諗住去一個地方可以由朝玩到晚嘅話咧，我覺得觀瀾湖新城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，因為佢又有嘢飲啦、嘢食啦，又有消閒啦。如果你小朋友又多機動遊戲俾你玩啦，就算年紀大嘅朋友有啲鋪子可以俾你消費下啦，就算老人家咧都有好多休閒嘅地方俾佢休息嘅，所以一家大細嚟晒呢度觀瀾湖新城就已經搞掂晒啦，係咪？